这画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我们搜查画廊寻找凶器，凶器没有找到，却找到了赵先生的画，并且还有他的签名。之前我看过他的微博，他画的每一幅画作都会上传上去，而且都会有他自己的签名。颜料还没有干透，看来是刚画好没有几天啊。赵先生的画工不错，并且他从小就开创了自己的风格。他最擅长的是用油布的纹路和酷笔划过，并且他最喜欢用色块和小色点。这画里的女孩应该也是赵芊芊吧？她手上这根手链，在她的微博里出现过。可是这画为什么出现在画廊里边？她还活着？或者说是有人希望我们认为。喂，哎，苏梅，这儿呢。你呀，还是别动啦，你可是我们的技术顾问。小意思，皮外伤。小意思，你就打石膏了，还小意思？你不会是被手机的自毁功能炸伤的吧？哎，你这个说法好。不过啊，我是参加警官大学教师足球比赛踢伤的。对了，我问你个正事儿。手机的硬件如果彻底损坏了，还有可能修复吗？毁成这样，你跟手机有仇啊？着急吗？挺急的。看见他在河边画花。你是看到他本人，还是看到那幅画？画花。他叫马辽，他这儿不太清楚。
如果赵芊芊还活着，她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为什么可以忍3年不露面？我也同意，赵芊芊已经死了。我觉得他已经死了。按照报复的逻辑，他第一个应该杀的人是李凤吧？他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和他老婆已经分居多年了，他的所有的心思不在他老婆身上，为什么杀？虽然他们俩已经分居很久了，但是按照法律和婚姻的角度，李凤还是他们俩最大的阻碍。很多电影的桥段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，好吗？杨教授，你不说点什么吗？苏梅，你的车在磨合期吗？是啊，新车在磨合期。知不知道暴力磨合，就是在磨合期的时候让火花塞和气缸壁强力磨合，虽然价钱有些昂贵，但是很有效。那边桥那边不禁砰一声响，然后呢，一个男人从桥上跳了下来。不要开枪！不要开枪！我们这种小店啊，这种轮胎不多，得有人订我才进货。那你们这儿有没有买轮胎记录？哎有。是他吗？不是。啊，对，就是他。楼上就是马六的房间。
你还是带我后边。别动！马流在哪儿？看，他已经半年多没住这儿了，估计是有其他藏身处。好，知道。马流还有没有其他的住址？马流的住址我只知道那一个。你怎么还有心思逗猫啊？我没有逗猫。那你在干嘛？这毛笔上的毛有一种独特的香味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老鼠毛。老鼠毛怎么会有香味？有一种老鼠叫麝香鼠，产于北美洲，体型比正常的老鼠大几倍，而且毛还很长。如果真是麝香鼠的话，那尸体上的咬痕就对上了。我在受害人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，很奇怪，不像是金属利器造成的，更像是动物撕咬的。哎，马流一直做毛笔吗？你看，一个一直活在一堆老鼠中间的人。我的手机已经关机了，只能查到他最后一次开机的位置。不过这个范围还是太大了。你还记得那幅画吗？画上赵欣欣在河边望着水天花。喂，我到了，这里有装老鼠的笼子。你小心点啊！我马上到了，跑冷也快。嗯，好。喂，怎么了？苏梅，我有了新发现。我刚刚分析手机的时候，截获了一条信息，我觉得应该很关键。好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追，有人质。不滑了。小心点，有冲突。我们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群老鼠，还有几个坛子。结婚戒指。 马亮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回忆冷漠，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诱惑。 冷漠随风。